地当卡当马卡土啊凉困的暖暖，要规囡仔流老嘴暖。喙暖。当马卡有人会晓笑无？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咱今仔为虾米要走来即个台南的什么盐店哦？店咧拍盐的所在。哦，咱后壁咱来看觅，这后壁这是拍盐的哦，老师翕的足水的吼。一个所在，这是台南的，大家有去过无？台南北门。对。布袋遐拢咧拍盐。是，所以咱今仔要来讲穿越时空，为虾米讲穿越时空？伊是为以前吼，第一个会当讲第一个吗？就是台语的研究台语研究上彻底一个牧师。哦，嘿对，来个有一个是日本的哦，即个嘛是厉害的，就是小川上义。伊甲台湾所有语言拢研究过。是，而且伊是日本人呢，伫日本读去了台湾的闽南语对无？伊来台湾甲读啦，伊伫日本的时是语言学校就是大学的时读语言啊，就是拢总研究语言。哦，是，来咱伊毕业哦，伊伫帝国大学毕业就随来台湾。哦，对，伊伫日本就是读迄个语言的。读迄个研究，来台湾以后就开始调查，每一个所在伊亲自去调查，用科学的方法。是，所以咱后壁吼，佫会讲着顶一讲的吼，袂当直接翻的台语哦，伫圣经内面的观众朋友应该知影有啥物咧？所以咱今仔要来穿越时空，这台语嘛免怎讲，叫做以前到即文到未来吼，拢真有影响的两个人吼。影响足大的两个人。影响足大哦，对，这就是咱拄仔吼老师咧笑的啊。丹马卡，我以前细汉拢笑毋着，拢笑点马卡吼，毋知有人会晓笑无？丹马卡念着卡，叫阿爸买地卡，地卡裤啊困暖暖，要规囡仔流喙暖。是厉害，就是到即文佫会记咧一条歌吼。即个是因为厦门人吼，本来伫厦门对无？伊拢伫厦门啦，伊是美国的牧师，美国的基督教会牧师，伊拢住伫厦门。为什么咱要讲伊呢？因为伊对台湾的目前咱咧讲的台湾话，伊会当讲伫遐甲伊变做文字，因为咱大部分拢是讲厦门的话嘛，所以厦门人就叫伊，因为迄阵伊写即款字，咱敢若有汉字，咱毋知影有英文啊。有罗马字嘛袂晓讲哦，所以迄款字就是繁仔字的，繁仔字，毋过伊是达马字牧师，伊咧共教伊所写的，所以就甲伊叫做达马字，迄个字叫做达马字。后来咱本地咧讲繁仔，所有毋捌的物件拢加一个繁仔，讲外国来。即个字是外国来的，所以达马字后来，达马字本来是伊的名啦，因为即个拄好是讲拄好啦，是用达马字达马油、达马加、达马火，是安尼啊，就用伊的名代表外国人的物件，无搁甲伊称呼做番仔。咱讲番仔油，咱知影点火叫做番仔油。火柴咱叫做番仔火，拢加一个番仔，迄个就是外国来。以前拢讲番仔火，后来讲达马火，达马卡这我知啦，这有一条歌，所以会记诶，嘿。听讲伊嘛甲马阿国医生做伙去中营诶吼，
来哦，做伙有写迄个台湾台马的字是无共款诶吼，无共款一个人。咱即摆毋是咧讲台马字伫台湾，台马字是伫厦门。伊主要是写罗马字以后，伊去帮赞足济人。像一个有人要甲，因为写到书来一定爱学厦门话，因为学厦门话以后来台湾就会当用啊。台湾就是讲诶话，厦门拢会通啦，所以就伫遐吼。所以台马字呢，伊就家己有即本册吼，即本册其实是台马字所写诶。哦，台马字写的，这是厦门音的字典哦，即本册是无出版啦。无出版，这是老师的呢吼，老师台马字的老师，牧师是做诶，伊顶悬有写台马字牧师做诶，这是伊做诶啦。伊做即本册吼，也未会当印，就是讲伊也未会当印的过身。其实吼，你比伊也未过身诶时，就已经有印2本册出来，一本是厦门音甲英文诶。就是讲杜家迪做迄本就是台马字帮助伊做成。伊佫有帮佫有高美林是做一份台湾字诶厦门音诶字典嘛，迄份也是台马字帮助伊诶。因为台马字诶资料真丰富，伊诶字典像讲伊诶字典要做，其实拢参考伊原来即本。所以咱甲看讲台马字即本字典，咱就知影讲一定足矫正。是伊死后2冬，咱甲伫伫咧古龙树诶喙经堂甲伊印者。就是古龙树喙经堂。即个所在甲伊印诶。伫大陆印诶就对啊。即本册还是别人印诶，所以伊拢不是帮衬别人，伊家己要写诶拢迄个，其实伊是上大声，所以咱为了纪念伊吼，所以台马字变成是咱即摆台湾字咧写诶，叫做台马字。咱咧讲诶，即摆咱改做罗马字啊。以前叫做台马字。即本拄好是老师互你诶吼印出来诶。对，因为因为伊敢若有一本，伊讲无人咧出版即本册无当去看，你册局也无当去找，所以就有这是甲古董印一本就对。对，所以伊若去伫英国印，伊就无法度印汉字出来吼。就是就是讲厦门音甲英语迄本字典是杜家迪牧师做诶，毋过伊印诶时是伫英国印，英国无汉字啊，英国伊咧排印诶是无汉字，所以即本册伊买即本册目的是要互英国人看，还是美国人看？讲英文诶人看就对啦，甲厦门音，台湾人爱看汉字啊，所以台湾人诶汉字是爱另外迄本伫台湾出版诶，出版诶叫做厦门音字典。是，就是即个厦门音诶字典。对，即咱这样看这国语我拢无一定会晓读呢。因为迄国语拢是台湾，迄拢足困难啊，足济话啦，毋是普通诶字。是，对头到尾拢是共款。所以伊大好，即个册有400几页，这种是469页啦。这是甘伟林牧师编诶。甘伟林有哪有甘伟林迄本册目前还佫有咧出版。伊叫做厦门音新字典，伊加一个新。伊若无加一个新，新的甲迄本差不多。甘伟林即本字典伊是甲罗马字排做头前，甲国字排伫后壁。罗马字排头前，伊就照 ABC 的顺序排落来。是安尼。
所以就是叫做新的字典。就是甘梅林这本是用，就是用打马字这本来做基本，落去甲伊更加增加一寡字，安尼做出来一本，所以个名叫做新字典。是新字典，好。来，后来咱啥物佫讲介绍到日本人呢？嘿，因为日本人伊来台湾咧研究台湾话的时阵伊就是参考甘梅林迄本台湾字，因为迄本台湾字真好用啦，伊毋但互足侪外国人会晓讲台湾话，佫有台湾的人会当保存伊家己的话，作有路用着着。日本的即个教授即个教授伊咧研究的是共款，但是伊足认真，伫台湾足认真拍拼咧研究。伊毋但做台湾字甲日本字的词典，伊佫有做什么台湾的啦、台湾族的啦、泰雅族泰雅语的，是讲阿美族的泰雅阿美，有甲所有的南岛语言拢研究过，所以伊的资料从真做一个足重要的历史要研究的一个参考。因为研究语言做学术的研究得爱做精密的，毋是讲安尼凊彩讲讲的就好。是，伊是一个对，伊搁伫台湾的台北有一个学校做校长过呢。伊伫台湾做真侪语言的翻译的工作啦，有做足侪册啦。咱若入去网络甲伊看，就知影即个人，所以有人就认为讲，即个人就是语言学的台湾的语言学的老爸，是讲伊第一个来研究的。毋过真可惜啦，日本退去，就是讲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战败嘛，战败就倒转去日本。换中国人来台湾，遮所有的研究就拢无去打算就无人去研究。台湾的语言就无人研究，甚至个禁止。所以从甲遮个历史从切落。即摆慢慢去恢复，咱要安怎恢复？就是讲，甲迄个日本的台日的大书典日台的大书典，迄拢爱甲找出来，找出来，佮甘梅林的啦，杜家德的啦，是讲所有的字典佮找出来，从较早消失的语言佮互伊挖起来。因为这是算作台湾的一款资产，文化资产。虽然讲无路用，但是是台湾的文化的资产，足重要、足价值的。应该是足有路用的因为即阵迄个已经失传啊，足侪因的即个南岛语系的习惯是讲因足侪故事通去讲啊。你若无遮的语言，你的故事就袂精彩，你的历史就无完整，无完整。是，所以咱就想着讲，圣经嘛是有两个人因对保罗足好诶因嘛是家己无名诶因无求啥物要名，还是要啥物偌济钱伊拢先帮衬别人，拢去帮衬别人诶人家己可能无留啥物名嘛，无留册所以就是两个人袂晓念，老师念一摆。巴基拉佮一个是阿古拉。巴基拉，听讲巴基拉是阿古拉因某啦巴基拉是因某啦，阿古拉是就是讲因两个是翁某。是，因拢是迄个做迄个帐篷，咩讲？对，伊对，就是讲咧七日的布棚的对。看保罗共款的。所以看保罗最好。我主要是要讲迄个当着磨啦咱讲保罗的圣经内底写讲，基督耶稣哩甲我同工
同工其实叫做同着无，同着咯，同着无，共同努力啊，共同努力还是讲，迄拢叫做同着无，台湾话叫做着无，咱小等下就要讲这吼。是毋是你摸少迄阵迄个牛？着无就是讲做伙伫遐拍拼啦，因捌为着我冒生命危险，毋那我感谢因，毋那讲起要安怎讲，不但可以不但不但吼，不止，那我感谢因就外邦诶正教会也是安尼。是。这是咱一段圣经诶目的是要讲迄个帮衬啊，因为咱台马士牧师其实吼，伊拢一直帮衬别人，有足侪本字典拢经过伊诶手，拢是伊诶帮衬甲生出来。伊家己吼反正伊家己无啥物，甚至伊本册也无人咧甲伊出版。是啊，而且伊搁伫中国40几冬吼，真长伊诶生命拢。伊迄是第一本哦，第一本，大家拢参考伊诶来发展其他诶字典。伊拢无，这就像迄个专门咧帮衬别人诶，巴吉啦、阿古啦，因两个人哦，因两个翁仔某啦，怎样去点睛来帮衬保罗？保罗因着去织迄个布棚就会当卖钱，就会当帮衬做些福音诶团片诶工作，甚至后来保罗毋是要去叙利亚嘛，伊也对因去。对。保罗就甲伊留伫以弗所哦。后来圣经中袂当直接翻译个台语。同工同工吼，咱讲同工，其实咧毋是台湾话啦吼。讲同着无诶。同着无诶。安尼以后观众朋友会晓无？看到你诶朋友教会爱讲同着无诶，你好。甲我同。来讲不但毋那是我，就是伊也是安尼。不但来女人啊，就讲查甫人，男人讲查甫人，有诶就讲查甫人哦，这拢会使。我发现伫甲北部拢讲查甫人，伫甲南部讲查甫人，因为我是讲查甫人，所以我就安尼讲。就是查某甲查甫吼，一个某一个甫。是安尼，某是主音啦，甫是清音啦，落音也是个清音。你要讲查甫查甫拢无要紧，若查某干那一句尔，就是查某吼。干那查甫会当讲查甫对对。有讲查甫，有讲查甫，拢会使。若纯就讲困当眠，纯睡或者困当眠。观众朋友有困当眠诶，身体较好对无吼？纯粹吼，讲号名就讲命名啦。咱讲命名也是讲起了名，起了名也是讲命名。我甲伊命名做师，命名做好，安尼吼，号名。号名叫甲伊号做啥物名？安尼啦，号名。来当兵叫做当士。当士。兵讲士。西边就西士哦。西士对，安尼对。来肋骨讲边仔骨，无就讲肋骨。肋骨，迄个下瓦就是用下当诶，用查甫人诶肋骨。肋骨。摕一支出来做一个查甫人。是。来尘土讲土粉。土粉。咱无咧讲沉土，咱讲土粉。土粉。土粉。来环绕就讲宽色。宽色。色，宽色就是。宽色。什么会宽色？稳定吗？跟咱讲稳定宽色。环绕的有敌人环绕，还是讲有对敌环绕，还是讲环绕就是讲威慑宽色，讲威慑吼。
安尼学会晓啊买，咱拢是当着话诶，对无？当着我诶朋即友，阵有来听诶观众朋友拢是甲咱当着话，爱会记家己试一个赞，真欢喜吼！咱今仔日是使两个牧师做有贡献诶，但是因无啥物名，就是迄个第一个他妈的诶牧师，大马是大马是牧师，伊敢若留一个淡马卡迄个名吼，安尼，所以不要紧吼，无名，但是伊帮咱真侪人吼。咱美秋甲咱讲，今仔日是初十，叫做十全十美。这台语名哪讲？十全十美吗？就是祝福大家。对，有会当去帮衬别人吼，恁来看阮的节目嘛是来帮衬阮对无？甲阮支持吼，所以真欢喜啊！欢迎你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10，泰国7:10，后就1:10，搁做伙看咱来讲故事，就大家会当诚做啥物安那的人，当着我诶人，当着我会当讲吼。好，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平安。